而家隻眼係明顯向下拉大咗。你時有我少女時代嘅 Tiffany 師弟下必備嘅下眼線筆，一齊試下有幾好用。佢係 Too Cool for School 嘅，筆頭又細，後邊仲跟埋支掃仔，勁方便。你時有嘅示範就係直接畫喺下眼線嘅位置，由頭畫到尾，勁簡單。見唔見到我眼頭已經深邃咗？呢度有啲似開咗眼頭，然後向後平拉，之後我哋就可以用後邊支掃將佢掃翻鬆。等個線條唔好咁死實，我自己中意後半段咧再加深多少少嘅，等隻眼咧好似再深邃啲、再大啲。而家隻眼係明顯向下拉大咗，佢係行原生自然路線，即係好似你皮膚透出嚟嘅紅，完全就係而家最興嘅黏膜色。我呢支嘅顏色，佢個明度屬於中間，唔夠李時安用緊嘅二號色咁暗或者偏深色嘅。咁所以如果你想加深嘅話咧，係可以攞支好細嘅掃，揾你手上有嘅陰影粉。我自己就會保守啲，揀個淺少少嘅嗰一格，輕輕喺上面再疊加個深色。而家真係鴛鴦眼。不過記得尾部呢個位置要 blend 得鬆啲，個邊界咁要再模糊啲。畫完臥蠶嘅蓬蓬位之後，我哋就梗係要加翻臥蠶陰影啦。李時安用嘅係灰啡嘅顏色，因為佢個眼妝係灰啡色啦。咁但係我個妝係有偏粉嘅顏色，咁所以咧我用翻呢一支咧應該係冇問題。好自然喎。OK，畫完一條線之後，最緊要咩？就係 blend 鬆佢。最後上面再輕輕疊加一層陰影，將後邊再掃翻自然啲。而家嘅臥蠶超明顯，實際使用完佢真係勁方便，可以話係新手友好，因為佢筆頭又細，可以精準畫到你想要嘅位置，然後 pat pat 仲有埋支掃俾你，大家可以試下。仲有好多唔同嘅顏色㗎，可以跟翻自己嘅 personal color 個人色彩揀翻啱你嘅顏色，或者跟翻當日嘅妝容顏色色調。